今日我哋會將目光轉到幾千年前嘅古埃及。約瑟嘅兄弟們因為一個銀杯被困，陷入咗絕境。最細嘅便雅憫被誣衊，面臨被囚禁嘅命運。佢哋嘅心被恐懼同絕望籠罩，一個決定性嘅時刻即將來臨。面對呢個幾乎無解嘅困境，長兄猶大選擇咗勇敢咁企出嚟。佢冇諗到自己安危，只係為咗細佬同老父嘅傷痛。佢用最真誠嘅聲音向約瑟發出咗動人心魄嘅哀求：我怎能回去見我父親？若童子不和我同去呢？佢寧願自己留低受苦，都唔想見到父親嘅痛苦。猶大為咗保護細佬，甘願犧牲嘅行動，完美詮釋咗無私嘅愛同擔負重擔嘅精神。呢種超越血緣嘅承擔，正正預表咗耶穌基督為世人所作嘅偉大犧牲同慈悲。佢教我哋明白，真正嘅擔當係可以為愛而捨棄一切，亦都係最像基督嘅樣式。